今朝带来关心，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。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今仔日上北参加行政院议会，拄则议会散了后，接受媒体访问，讲到和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伫咧讨论南部机场评估计划，也有防治天狗日的计划。另外，昨昏韩国瑜回答香港反逃犯条例时，伊回答讲，中华民国的地区人民袂接受一国两制，互人怀疑讲安尼就是看家己无够重。韩国瑜伊嘛讲，这是一时讲唔对，咱做回来听上新的讲法。有我们包括这个现在最担心的登革热，登革热的问题，请中央帮助我们两件事情：第一个经费尽量补助；第二个说，万一要调动国军部队的化学兵团帮我们消毒的时候，那行政院苏院长呢也慨然允诺，同意来支援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登革热如果爆发起来的话，那个疫情是非常令人担心的，而且对高雄市城市的形象影响太大。所以这一点，第二就是当然就是仁武科学园区，还有一些捷运线延长的部分，环境影响评估。那另外就是财政，高雄财政非常的困难，所以希望行政院考量是不是要调整财政收支划分法。那我想这些报告之后，大家互动都是非常的好。好，是不是有提到弥陀机场？院长怎么说？没有，那个南部的机场，苏院长的意思说，经过了12次的评估，认为不可行，包括整个空中的空域的问题等等。但是我是觉得，目前为止，高雄的小港机场真的没有办法不敷未来的使用，尤其是晚上12点还要宵禁，这不像一个现代化的院辖市的，一定是需要一个24小时的机场。我觉得这应该行政院这边再来跟高雄市政府共同来思考，交通部民航局。高雄地区真的是需要一个24小时的现代化大机场，我觉得未来可以再进一步的来评估。那你觉得现在院长是认为不可行？这个是一个中华民国是国家，这个是一个口误，就是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嘛，有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，这很清楚是我一个口误嘛，就是台澎金马，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嘛。就是如此了，是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。那我现在因为时常一个口误被抓的就穷追猛打，我怎么可能会讲这样子？一定是台湾地区、大陆地区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，所以这种东西再去做文章，再去抹黑追打，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，就是一个口误。那在高雄接受访问那我们台澎金马，我再讲了，就是捍卫我们中华民国，捍卫我们的民主制度。以及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，就是台澎金马、台湾地区、中华民国就是如此。那我觉得很多有心人士不停地抓着我的语病来打了，我觉得特别澄清一下，好吧？好。有机会再反送中的行程，你说什么？您是不是回避反送？我没有任何回避啊！我昨天已经请了我们副市长跟教育局长去，我现在在行政院开院会啊。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像孙悟空一样分身啊。我当然关切香港，但是很多人说为什么不去？为什么不去？我今天要参加行政院会啊！昨天我忙了一整天，气都没喘过来。我今天回去之后还要跟得市长奖的国民中小学小孩子照相，不是不关，我事情非常的多，但是关切这些支援香港的这些学生在高雄的，我还是非常关心。先请副市长，再请教育局长，我哪有回避的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你觉得蔡英文跟赖清德谁会赢？